因为旧年做风台，今年初阁拄到冷气团，致使这中部芭乐的产量减少，继续抢关。市场打一斤是卖到80块。中华社头有一个查甫人看价小好，去共偷挽20公斤的芭乐，去互警方逮捕。哎啦，多摆伊个啦。50岁小姓男子屈伫咧涂骹，当场去警方抓到。今年芭乐价小较悬，中华社头一位芭乐园最近去贼仔来偷挽，涂骹还有一袋20公斤重，伊拄挽落来芭乐。嫌疑人尚在现场，果园内也发现窃钱使用的机车及地上一大约20公斤的芭乐。当场逮捕萧姓嫌犯。萧嫌是去以现行犯上手铐带走，伊供称因为芭乐伤好食，不过警方是怀疑伊要提去变卖，因为去年受到风台影响，中部产地产量大减9成，今年则是受到低温气候影响，芭乐产量减至少3成。市场也反映芭乐量少价小悬，每大斤大约80块左右。1斤80啊，很高。是因为什么原因？产量少嘛。产量有比较少。对，因为上一批的芭乐产量其实大家都采的差不多了，那下一批呢，它其实还没有成熟。还没有成熟的情况之下，这个过渡时期会造成价格不稳定。这个部分不会维持太久，大概到7年过后之后，芭乐的价格就会趋于稳定。贵很多，贵很多。可是你喜欢吃的话，你也还是会买比较少一点。消费者表示会减买一寡，摊商是讲清明节过了后，价销就会较稳定。中华田中分局警方是统计，今年辖区已经有3件芭乐窃案，萧嫌后续以涉犯窃盗罪嫌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。公司新闻中华台中报道。